威廉將士這個籃球比賽已經結束，但是即馬上嚴重的就是菲律賓隊已經是6勝1敗。不過，這個比賽制度你是保障咱中華男隊愛進4強啊，所以啊，這個菲律賓成績真好，最後竟然敢若摕第5名，所以人非常不滿。今仔日運動部長李洋佇立法院啊接受訪問，伊講啊，伊即馬已經介入了解啊，而且已經正明確去甲籃球協會講啊，你若是要舉辦這款國際性的比賽，你就不應該失去公信力。中華男隊打敗白隊合體，佇第組內戰摕到勝利。本屆強勢杯男籃的比賽到這就結束，不過比賽的相關爭議也佫咧傳燒。面波馬馬亞的蒙大亞，菲律賓隊陣容車花，拍出6勝7敗的戰績，煞排佇第5，保研3連霸。就是因為賽制保障，中華男隊會當保上4強。雖然籃球協會解釋是為了增加亞運杯份成員合作的機會，不過菲律賓隊所指控，因是到台灣了後才去互通知，對參賽的品質非常失望。針對這件代誌，運動部長李洋已經介入了解。我想這幾天一直有在跟籃協溝通，就是在這次的賽制的更換，我想這部分的話，還是要請他們在這種國際性的這種邀請賽的話，不要失信於國際。那我們相信這個籃協後續一定會有一些精進的作為。因為今天女籃應該是瓊斯盃的女籃有開賽，那也希望各位民眾可以進場看瓊斯盃。鳳城港籃球協會共有5000萬的債務虧損，嚴重影響到內杯運作。國際中商集團的董事長高光儀在接任協會理事長了後，也無解決負債，提出新的團隊陷入困境。協會負債之後，其實每一任後面的理事長或者秘書長，他們其實要還債，其實都很需要仰賴他們的自籌款能力，務必要有這個決心可以來還債。那也請每一個在位的這一個理事長跟秘書長，可以在這一個控管每一個協會的這個債務能力，請好好控管。利用好用，每一項運動的協會，對資金的操持甲控管要繼續精進。運動部的專業輔助，後續的協銷也會更加明確。